嗨，大家好，我是坦皮叔，今天是2025年7月9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咱们先看房企的消息，又一家港企暴雷。这个是南方日报报道说，欠下166亿港元巨债，82岁英皇集团主席杨受成被迫割肉求生。近日，谢霆锋、容祖儿、李克勤、古巨基等艺人背后的老板杨受成遇到大麻烦，他旗下的英皇国际去年巨亏超40亿港元，166亿港元贷款已逾期，也就是爆雷了，166亿港元还不起。说前不久，英皇国际公布了2024至2025财年全年业绩公告，其中全年总收入达13.76亿港元，同比增长41.5%，但相较于上一财年，亏损由20.28亿港元增加到48.4亿港元，增幅高达138%。根据审计公司近期发布的报告，截至3月底，英皇国际账面显示有166亿港元银行借款已逾期或违反相关条款，可能触发立即偿债要求，进而构成对其持续经营能力的疑问。消息一出，英皇国际股价暴跌，英皇系个股也几乎全线大跌。英皇集团表示，收入增加但利润下降，主要是由于所投资地产公允价值出现亏损，而且香港商业租赁以及写字楼市场需求持续低迷。说通俗一点，就是英皇国际受香港房地产低迷的影响，导致这个英皇国际巨亏，银行贷款逾期还不了，暴雷。过度依赖房地产，又是一家因楼市低迷而暴雷的企业。为什么说又？因为前一阵香港的新世界发展集团也是暴雷。根据这个媒体消息，香港4大家族中的邓玉彤家族旗下新世界发展在6月达成110亿美元贷款再融资协议后，正寻求剥离在大陆的房地产项目，就是割肉了，也把这项目卖掉，扛不住。这就和这个万达王老板卖万达广场是一个道理。知情人士称，新世界计划分批出售在中国的房地产资产，包括在杭州、深圳和上海的 K11大厦等地标建筑。新世界发展郑家呀，怎么说，跟这个超人比起来还是稍微差一点。这个时候卖这个 K11大厦和王老板卖万达是一样，你哪儿找买家去？你这个时候卖，即便卖得掉也卖不上价格，你得打骨折啊。也就是这个时候没有接盘侠。你要是7、8年前卖，那恐怕很多人抢着要。就像那个万达的王老板第一次卖资产，卖他的文旅项目、酒店，回笼资金有很多，比如融创，你比如说这个富力，他们不仅踊跃接盘，还为了这个万达的资产差点打起来了。就那个时候卖好卖，别人还要抢，你这个时候根本就卖不掉。所以这个时候新世界发展说要出售什么 K11大厦，多难啊！所以你看，人比人气死人。你这么一比较，那个李超人多少年前就本着不赚最后一个铜板，人家先撤了。当然呢，也正因为李超人人家先撤了，撤在人声鼎沸时，所以得以保全，所以他现在才成为很多人攻击的对象。现在很多人看他不顺眼了，因为你做的太好了，招人恨。但李超人处理在国内的资产的时候，很多人都笑话他没有赶上咱们的快速发展的便车，居然傻乎乎的把钱投到了英国，投到欧洲。现在才知道这就是差距。前2天融创的孙老板出来了，说融创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我当时也做节目了，只要楼市继续低迷，最艰难的时刻根本还没有过，对吧？只是暂时喘口气。这晚上又有消息了，近日融创集团总部办公楼被司法拍卖。近日，阿里资产挂拍了2间位于北京望京的写字楼。据标的物介绍，2处写字楼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东园523号楼和2层，分别是1021和1023，起拍价1869万和2102万，均是评估价的7折。建筑面积1500平方米。8月1日开始竞价。据了解，
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东园523号楼就是北京市融科望京中心，也是融创集团总部办公地址之一。而此次拍卖的写字楼2层包含了北京区域营销中心、员工服务中心、办公场地。融创集团的总部办公楼已经开始拍卖了。刚才说到万达，我们再看看万达。这个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上海砖桥万达广场投资有限公司发生工商变更，新增大连万达商管旗下大连统南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为股东，同时注册资本由1000万人民币增资至3.1亿人民币，增幅3000%，也就是增了30倍。它增资，我推测是万达的王老板要收缩战线，把这个他现在还没卖的万达挑出几个来有潜力的，把集中优势资源打扮来经营万达广场，把它财务数字做得漂亮一点，这样好去卖。漂亮的女儿先嫁，漂亮的女儿先打扮，要不然一个都嫁不出去。这是我个人分析，恐怕你看从上海开始，毕竟上海还是有消费能力的，所以他恐怕他现在在他一大堆没人要的万达里面挑几个不错的，集中优势资源资金去推它。这是我个人分析，有限的资源用来包装这些有潜力的万达广场。我们再看这个海外机构怎么看待咱们的房地产的。这个高盛他估算未来数年大国城镇对新建住宅年需求量将稳定在略低于500万套的水平，这比2017年2000万套峰值低了75%。高盛认为，这意味着房地产行业复苏路径将是 L 型，基本面前景依然充满挑战。近期，中资房地产高收益美元债价格回升，更多是由于经历了2022年至2023年大规模违约后，从超卖水平发生的技术性反弹，而非实体市场的基本面出现实质性改善。也就是现在美元债价格回升，就是房地产公司发的美元债触底反弹，不是说它的资产面、资本面发生改变，而是纯粹是技术面，就是跌多了它要弹一下。这是高盛的态度。摩根大通说，中国治理产能过剩的政策若执行得当，将对股市和全球贸易产生积极影响。中国行业龙头企业，尤其是新能源汽车和房地产相关公司，有望从更强的定价能力、更高的收入市场份额和更健康的利润率中受益。目前，所有产能过剩行业股价都低于2021年的峰值，其中电池、光伏、水泥、钢铁和化工股价回调幅度超过50%。民盛中国指数数据显示，汽车、化工、建材以及金属和采矿相关企业有望在产能收紧后获得更好的净利润率。摩根大通看好咱们的叫去产能，对过剩产能的这种优化治理。说起来简单，这些过剩产能你不让人家生产，那他的贷款谁来还，对吧？他为之配套的员工谁来养活，都得裁掉，银行就形成坏账。你把它落后产能，你说不让它生产了，那投的钱就打了水漂，这个损失谁来背？多少企业就会破产清算。也就是去产能这个阵痛，谁来承担？我们再看第一财经日报报道，他说上海房地产市场延续去年4季度以来回升态势，其中土地成交和豪宅市场尤其明显。官方数据显示，1到6月，上海市一二手住宅累计成交1311万平方米，为2022年以来同期最高，同比增加17%。其中，一手住房市场总体平稳，1至6月，一手住房累计成交326万平方米，同比基本持平。二手住宅市场交易活跃，1到6月，二手住房累计成交985万平方米，为2022年以来同期最高，同比增加24%。根据这个科尔瑞最新监测数据显示，说上海上半年3000万以上的房子每天卖6套，也就是上海今年上半年每天要卖6套3000万以上的房子，就是这个豪宅每天2个亿。7月7日，科尔瑞最新监测数据显示，上半年30个重点城市总价1000万元以上高端住宅成交规模同比增长18.8%。今年上半年1亿元以上的房子，全国总共成交32套，
新房19套，二手房13套，其中3000万元以上的新房共成交1846套，而在上海，上半年平均每天可以卖出6套3000万元以上的新房。从科尔威数据看，今年上半年上海总价3000万元以上的新房成交1096套，占30城总量的60%，平均每天成交6套。其次是北京，成交214套，占比12%。总价3000万以上的房子，上海就占全国60%，北京占12%。天天喊着要北京、上海放开限购的，你想象一下吧，到时候放开限购是什么个场景？从全国一手房、二手房各总价成交情况来看，除3000万到5000万元价位段的新房成交套数售置入供应同比下降30%外，总价越高的房屋成交增速越快。5000万到1亿元的总价新房、二手房成交同比上涨54%和48%。这实际上说白了，就说明贫富差距是越来越大，人越来越有钱，刚需房卖不掉，就这么个简单的道理。5000万以上的房子像白菜能卖，上海一天要卖6套3000万以上的房子。我们再看啊，在句容市，也就是南京旁边句容市，我看有媒体报道说，南京旁边的句容市最低房子1900一平米，不是19000，是1900一平米。那你要买个100平，也就19万。南京周边挨着南京，这什么概念？这是江苏本来就有钱，江苏13太保，江苏基本上没有什么穷地方，人家贫困地区、落后地区，它 GDP 拿出来，都令别的地方的，比如西部地区的羡慕。结果你看它的句容市这个房子最低是1900一平米，那你说你还跑到鹤岗去干什么？据说这个句容市还通了地铁，这个地铁是直通南京，就业、医疗、教育，那肯定都比鹤岗强得多。环境，所以你看，一边是上海、北京豪宅价格还在涨，一房难求，都是日光；一边是1900的一平米的房子，也离得不远。这说明什么？这个江苏人动脑筋了。最近苏超不是火吗？这个苏超的球票是一票难求，在网上好像炒的价格也很高，你很难买到，动不动就是几十万人抢几万张票，那票一开卖就没了。这个南都湾财社报道，他说苏超球票抵5万房款，无锡滨湖区住建局鼓励项目参与。在房地产市场持续调整的当下，各地刺激楼市的政策不断翻新。7月8日，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发布的关于进一步促进滨湖区住房消费的若干措施，其中与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也就是苏超挂钩的购房补贴政策引发广泛关注。相关政策提到，支持苏超参赛球员和参赛球迷购房。自措施发布之日起，2025年10月31日，支持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对购买滨湖区新建商品住房的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参赛球员和观赛球迷，凭参赛或观赛等证明，给予每套3万到5万元的购房补贴。你看这个措施也不错，因为苏超一火，一票难求，你凭苏超的球票买房，每一套给你便宜5万到3万。我记得以前无锡那个马拉松也这么干过，你跑马拉松欢乐跑的是给你5000还是1万的，什么马拉松半马凭你的成绩可以给你3万，全马还是5万，总之你就可以给你补贴去买房。说明什么？说明为了把房子卖掉，那各个地方真是绞尽脑汁，没有办法，都是逼急了，一切都是为了卖房子。我们再看看这个一则跟烂尾楼密切相关的新闻，这是南方日报报道的，说最高法亮明态度，烂尾房可退房退款。南方日报报道，他这么说的，他说买房烂尾了还要还贷吗？日前，江苏盐城中院审理一则房屋买卖合同纠纷，被人民法院案例库收录，案涉已停工、短期内无交付可能性的某商品房购买和贷款合同，因合同目的均无法实现而被法院判决解除。
并由商品房出卖人承担已收受的购房贷款、购房款本金及利息返还责任。例如烂尾楼退房退款，而且房贷不用还，已经不是一地司法机关的明确态度。2025年6月，珠海市市民张某因开发商原因无法如期售楼，珠海市香洲区法院同样判决购房及贷款合同解除，开发商退还购房款及承担其他相关款项。此番人民法院案例库将同类司法判例列入入库案例，更是表明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态度，因为这是最高法相应审判业务部门对案例的事实认定、法律适用、裁判说理、价值导向等进行全面审查后，经过层层审定，才有入库案例公示。什么意思？首先是两个地方的法院，一个是连云港的盐城中院，还有一个是珠海市香洲区法院，他们都对那个烂尾楼给出了判决，就是解除贷款合同、解除购房合同，这个业主交的首付，开发商负责退还，这个银行的贷款也由开发商去还。本来这是地方法院的判决，但是人民法院案例库把这两个判例给收录到案例库作为一个案例，那这就表明了最高法院的一个态度。以后各个地方有什么类似的烂尾楼的案子，你就照这个判，也就是说明最高法已经通过这个案例来指明方向，烂尾楼以后都这么判，解除合同，由开发商退钱。我在以前节目说了，以后买了烂尾楼，你可以这么去起诉，这回你可以拿着最高法院的案例判例，可以主张自己权益，这个法院应该是支持的。但问题在哪儿？问题开发商他有钱退吗？你现在我举例子，你买了恒大的烂尾楼，你起诉恒大，肯定按照这个最高法的判例，一定会判你赢，判恒大给你解除购房合同，银行的按揭你不用还了，这是个好事。这个什么好事？说对你来说叫止损了，你就不用每个月还要还按揭贷款，这个法院给你判掉了，没有这个义务了。但是你的损失也是得不到保证的，就是说恒大还得给你退钱，你的首付你给银行还了2年的钱，利息本金，这个怎么办？由恒大退给你。那问题是恒大有钱退吗？对吧？我只是拿恒大举例子，很多开发商都是这样，但他已经爆雷了，对吧？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他没钱退，他已经资不抵债了，所以这就比较麻烦。所以作为韭菜来说，最好是小心一点，不要买中烂尾楼，宁愿买现房，不行买二手房。你要买期房，那你就买央企的、保利的，要买正宗央企的、保利这种，你不要买万科，可说不好。最后我们再看一个视频，这个我看了一个 UP 主说，厦门的新生人口断崖式下跌，大家看视频，太可怕了。厦门的幼儿园入学数据不是我们理解的断崖式下降啊，它是跳崖式下降啊。从2019年的高峰到2024年的数据，它已经跌了一半了。具体来看，数据就是2019年91016人，到了24年只有46155人了。最近2年基本都是近万人的这样在减少，这哪儿是断崖，它是跳崖，好像是就是将来这些孩子们都有普高魁上了。坏消息就是人口减少那么多，那些没有编制老师可能将来压力就大了。这个网友说，厦门新生儿人口他说不是断崖式下跌，是跳崖式下跌。6年厦门幼儿园入园人数减半，高峰9.1万，2024年只有4.6万，就少了一半。这种现象除了西北西南，全国大多数省份都在上演。为什么西北西南好一点？越落后的地方，越不发达的地方，大家越执着于生孩子；越发达的地方，经济发展越好的地方，他越对生孩子是就比较这种谨慎，养孩子成本也高，所以这个新生儿出生率就是叫跳崖式下降。这个实际上说明什么呢？房地产近期、短期的是看金融政策，长期的是看人口。如果新生儿都这么下降，随着时间推移，是不是楼市的这个压力是越来越大？因为需求没了，所以这个小作文是吧？外媒传言以后咱们是生一个孩子1个月给300，好像有这样的传言。那这个300，你刺激的还是西南这些地方，
你对这个发达地区的刺激影响不会太大，不会因为300块钱，别人就会去生孩子。西部地区可不一定，或者欠发达地区。总之，这个楼市的压力是越来越大。好，我们这期节目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